收入人士有高儲蓄，似乎咧係理所當然嘅事啊。不過原來咧喺呢啲收入位於金字塔頂尖嘅精英人士當中啦，原來大多數嘅人咧係冇儲蓄㗎噃。呢啲咧就係佢哋所謂嘅高收入窮人啦。嗱，日本金融服務信息中央委員會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就做過一個調查㗎。喺日本啦，年收入超過1000萬日元以上嘅人士當中啦，原來有超過一半，有54%嘅咧都係冇儲蓄㗎噃。嗱，至於喺日本啦，年收入1000萬日元以上，即係超過大概50萬港元，到底係咩水平咧？嗱，根據日本國稅廳曾經做過一個數據嘅調查啦，2021年日本勞動者當中年收入係有1000萬日元以上嘅咧，只係佔全體勞動者嘅5%嘅啫。咁所以絕對咧講得上係金字塔頂尖嘅一班精英人士啊！嗱，所以大家可能咧聽完都會覺得好驚訝，原來喺呢班高收入人士當中有超過一半啊都係冇任何儲蓄㗎。嗱，喺日本一個前銀行家春惠里就講到啦，好多人咧都會好羨慕一啲高收入人士，認為佢哋咧過住一啲好舒適嘅生活啦，又或者可以儲到好多錢啦。但係事實上並唔係咁樣㗎噃。嗱，作為銀行職員多年嘅佢咧就講到啦，佢遇到太多係唔善於儲蓄嘅一啲高收入人士啊。嗱，佢就話咧呢啲高收入窮人咧一般都有以下呢3個特質㗎噃。嗱，第一就係過度消費啦，要系統性咁樣儲蓄，要明確知道自己每個月嘅收支係非常之緊要㗎。對於一啲收入不足嘅家庭嚟講啦，佢哋往往咧就會因為拮據啦，咁而格外重視財務管理啦，咁所以一定咧就會確保有結餘嚟到做儲蓄啦。咁但係相反啦，對啲高收入窮人嚟講啦，佢哋往往咧其實都唔係太關心錢㗎，因為佢哋每個月咧好容易咧都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啦。咁而且亦都唔需要好詳細咁樣去管理一個家庭嘅財務，咁所以咧就導致呢啲高收入嘅窮人啦，佢哋好多其實係冇儲蓄，因為佢哋總係咧揾幾多使幾多㗎。第二就係衝動消費啦，通常咧係進行大額消費嘅時候啦，大家都會咧提前做一個預算啦，或者有啲心理準備啦。咁但係咧對於啲高收入窮人嚟講，由於佢哋每個月嘅收入係比較多啊，咁所以就算喺啲大額支出上面啦，佢哋都唔會考慮太多㗎。結果咧就會經常性咁樣衝動消費，導致咧啲高收入嘅窮人啦冇辦法儲錢啦。春惠里就講到啦，其實咧進行大額消費之前啦，最重要嘅咧就係根據翻自己當前嘅一個儲蓄能唔能夠承擔嗰個水平嘅消費，而唔係依賴未來嘅收入啊。咁所以千祈就唔好覺得啦，下個月都有糧出，所以咧點使都冇所謂啊。第三就係冇財務規劃意識啦。由於收入太高啦，所以呢啲高收入窮人啦，對於自己嘅財務咧完全冇危機感啊。咁亦都因為咁啦，就冇財務規劃啦。不過正正咧就係因為咧盲目自信啦，同埋咧理財嘅意識缺乏啦，就令到佢哋咧難以實現啦資產升值，甚至乎係保值㗎。再加上過度消費，最終咧就變到身無分文啦。好啦，嚟個小總結啦，總結翻以上呢3個原因啦。高收入人士佢哋儲唔到錢嘅原因咧，就正正因為佢哋係高收入喎，係咪好諷刺咧？所以咧儲唔儲到錢咧，其實咧並唔係你收入多定係少，只係觀念嘅問題。只要改變自己對金錢嘅觀念啦，就可以慢慢累積到財富㗎啦。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